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我是钟怡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伫节目当中啊，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咯，就是你客家电视台的新节目《我到欢喜盼奏》会伫7月7号按部头来播出了。故说啊，今日啊，除了会同大家来宣传一档节目以外啊，还会来送电路哦。大家是爱伫天一台的时间打电话落来，韩国讲出个通关密语去做得到一只小电路。故说分享大家天一档爱 call in 落来哦。好，接下来讲到一档节目，我到欢喜盼奏。奇怪啊，讲到要盼奏，因为无请阿群妹挨一只吃货来去咯。接下来先晒晒格格来看一段精彩的样片。欢喜盼奏是一个为劳工朋友加油的节目。欢喜分享，邀请大家分享色彩，分享爱。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客家電視台歡喜盼奏。有大家發表開始。歡迎大家嚟邀請大家出台，嚟到這裡聽他來注意看上台嘅料理。歡喜盼奏配上料理你這類節目。歡喜盼奏 ，Happy New Year！ 哇，相信大家看到样片就底好，你今日嘅节目当中，我邀请到那两三台来宾，阿群妹妹当综艺家的哦，晒晒格格来分享今日嘅来宾，分享雅丽姐，阿爷来分享。阿群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爷咧。好，今日阿爷嚟無 Q 樣哦，等下再我同大家來講，接下來係你哪個一位來賓係你演到又神奇嘅小虎哥分享。大家好，我係小虎。好，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歡喜盼奏吼。嘿，唔過阿爺自己做乜嘅人嘅名誒變到無 Q 樣嘅喏。也講起來吼，真係發當場，可能講一講一時就講唔聽，唔過長話短說。我知道大擺吼，阿爺咧係由來到福喜來，就表示有好消息嚟老大家講。當然也改名嘅。咩好消息啦哈？因為我本來我嘅本名都張馨月咩，其實我都從差唔多都10多年前開始，就老阿峰姑開始主持節目嘅時間，就當道嘅人、當道嘅先生就讓我講，我改名嘅哦，人嘅因為我用透露我嘅年紀，馬上背不較囂神哦。咩？因為我小嘅，我都走成頭。哦。5個月就會按部頭的意思，就是歲末嘅嘅，還有什麼搞頭？嗰還有，你就講歲末嘅嘅呀，就表示講，你講咩哈，就下古時按部頭就一個掛到幾大。我做嘛事情就講他冇助力，就他冇人做的聽數，你只能做咁樣單打獨鬥的事情。唔過我一下從一下做一個節目，就是希望講，係啊，小虎做冇排擠，就講大家做的同心協力做動作嘅事情，因為他知道年紀越來越大，然後一下嘅不管係做乜嘅事啊，全部就係愛打團體戰。哇，就所以更需要一點動力跟能量，對不對？係呀，我有能量，故事我就講，後來呀就。想講好啊，我係就講故事。你嘅名誒就變成是雅麗了，唔過我嘅本名一下就改到張雅麗。唔過鄉親朋友已經認識我就係阿爺咧，嗰種我係你阿爺咧。綽號係阿爺，綽號係係就係永遠睇家嘅阿爺咧。冇錯，嗰時阿爺自同小虎啊，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盼奏啊。一開始我就講到這個我是吃貨又冇盼奏又冇請愛去呢。唔係辛苦嘅勞工。哇！嗰時候有個節目係為辛苦嘅勞工朋友來盼奏。錯，原本啊，嗬，原本我就會想法係講，我就請廚師，然後呢，我就去介紹勞工朋友，然後就請廚師來煮。唔係後來嗬，又發現講，
按用当像汉姆动无诚意一样诶，系啊，虽然讲系亮诶哈，就半桶水，很会煮啊，这菜料理往主持按久诶，就。差不多要3年的时间，要有就讲练到功力啦，然后就想讲哦，就按呢2-3年来做好诶。就亚洲节目，嗰時亞洲節目原來嘅就期望就係希望講，我就先帶領大家去認識到呀，呢社會地度，大家哈冇看到嘅基層嘅勞工朋友啊辛苦做些嘅咁樣嘅情形，嘅一面，然後因為除咗介紹以外，又當冇辦法帶出嚟2-3年嘅。特性，故說因為我哋就會煮菜啊，吼，又唔係擘個太輕，要搞像小虎做的減錢。故說我哋就用我哋嘅誠意，講我哋嘅專長，然後去用我哋嘅方式，好，然後去鼓勵一啲基層嘅勞工。哇，故說也係一種適合自家同大家嘅力量，然後一啲力量分享到分動到一啲勞工朋友，對不對？係，也係第一咧，個第二嘅還有一咧，我哋還有一個歡喜分享。哦，分享。分享也食材啦，因為一下吼，當個東西食東西大上體啦，然後買條到邊塊體得體咧，還食材的時候揀出來，那樣菜就拍一張照。做好些料理，本來就平時。係，因為咩一個機會，本來你嘅觀眾朋友一個思考，去想講呐，你要開分享，到底係咩地度嘅全部嘅東西係實體咧？亦係個有當到東西係變到高級，然後又大送，然後就得體。哦，我知道呀哈按的惜物惜福的概念，其實見來見去，因為頭擺嘅觀念就會講，你愛是親切嘅，最新鮮的。係啊。所以現在其實漸漸的也有觀念啲嘅改變，也就係親第一時間同大家來分享一種觀念嘅，都嚟分享。係真件呀，做咩？因為生活嘅形態冇共樣嘅，頭擺佢可能當到嘅傳統市場嘅嘛，就到順康，我當日早晨就去買菜，就買件半日咧，每天一下當到嘅大賣場，全部買嘅東西就太薄，啊太薄就有打折嘛。係啊。哦，看到打折就看到便宜輕量貴買，就輕量貴買，然後錢係會捨唔退，哎呦就當浪費。家庭主婦絕對不能忍受這件事情。鼓手啊，我盡量來啊食材，同大家來分享。不過要在節目一開始啊，我知道歡喜盼做上出要做節目，開發出要做節目，係一天很不一樣的點子。應該講頭擺冇看到有人做過，想我來問一下，阿爺知做乜嘅一開始，因為人氣感咪係這種人，用我想講愛有要做節目來產生。大家咧有上到嘅可能要輪唔到嚟做，佢就係因為我自家一開始嘅時間，除了做節目，然後我都有到廚藝也一啲，然後有做啲嘅生意啊，然後認識當到嘅廚師，然後認識一啲廚師過後，哦，發現一啲廚師唔單止就都做下做些。然後做本年學生天，記得係用利用佢哋放假嘅時間，然後去做義助。哦，去義務誒，冇輸錢呢？係做義工，然後記得做義工嘅時呢，閒係煮東西。哇！一張年100哦，也唔係講哦叫來100，然後大家歡喜來100，沒有。夠神奇嘅，沒有。就搭張年就會有100，我就天天記得去。第100去嘅時間就本，我就吃到當感通，就感通。我就到亞地度看到亞地人，就吃到講，哦，記得平常時做些按辛苦，都做下地度按熱、按用流汗，然後放假嘅時間，除了講皮膚卡嘅人以外，記得還用自家嘅專長，然後過去回饋本係那需要嘅人，然後我就想講。我想要留記得按樣嘅精神來做一個節目。哇！不過假使我係用記得有老師還有廚師，然後來做一樣節目，對他們太殘酷。
结果就鼓手就去打，然后把小虎揪来 Q 他。哎呀，那你想哦，算的啦。虽然讲我冇100个这样的当有爱心嘅义工厨师来让他天数，那吃剩外面还有一个师奶杀手。师奶杀手，对不对？鼓手小虎哥，你一开始啊接下这个主持棒的时间啦，你啊去对呀节目的想象系乜嘅？其实我较简单，其实我係一個宅男。宅男。我當小出去了啊，我談到佢講吼，要不去台灣或者亞戲機戲，出外景，認識很多嘅勞工朋友，各式各樣嘅行業，我說當成次眼講，好哦，應該當出嘅咯，結果你就想到，後來咧，樣板，你頭辣都冇事。所以啊，小虎哥啊，迄主動乜嘅困難有冇？搞下面就變咧，等下節目廣告轉來，再個同大家來分享。韓國有冇唔記得下一團做得來打天花落來了？打天花落來講，安尼通關密語就係安尼播出時間就是從4點錄哦，先休息一下。最大可以到多大？它最大有到50左右。可以可以。哇塞！哦，一样是酱油膏吗？对，一样是酱油。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紹介下個電視台全新愛推出嘅美食實驗節目，按到歡喜盼奏。愛啲下禮拜7月7號啦，吼，7月7號嘅暗晡頭8點來播出。大家所以打電話落來0226309700，講出安尼通關密語，就係我家下講嘅。播出嘅時間就做得到要到4點錄哦，你數量有限，故所愛繼續打電話落來哦。好，家下看到嘅樣片吶，真係見來見精彩一樣嘅哦，就像我呀下看到嘅相片。我看到你的暗夜季逆着光，非常美麗、非常有意境的 DK 片主材。應該係安慰我的啦。真的，我覺得好有意境，這個畫面超美的。哦，其實扮演不用都給 W 就好看，就是背景好看，看起來美美的，但其實後面有沒有別急就會看到小虎哥出現這樣子的表情。跟住我都上蛋糕啦。哎呀，我講呀，其實。因為我兩個啊哈，就尤其係我一直都客家電視台就會做棚內嘅節目，嘛，就當然就要總時啊，就把人包都講啊，作都講啊，高山海，高山海作的啊，然後也係我哋拍嘅提示，嗰樣時，然後當唔慣就冇做高山海，然後又冇乜嘅種，然後我都又按盤頭，我個全部就都室外，按用煮菜。當時還有一點點心裡要去突破那個障礙。我怎麼會淪落成這樣子？講到黑啦，上到其實要按用上啦，因為當時嘅船方嘅船嚟做唔得本身，嘅條船嚟，加嘅船嚟做人，還有按用經什麼人上？當然都有按呢。故所我就冇做唔得上船，佢就去上船體驗。勞工嘅船工嘅辛苦，我就想勞工嘅船工嘅辛苦，佢就本小虎喜好誒。反正我就做出來就簡單啊。辛苦嘅本小虎，錯嘛？本來想開眼，結果嚟開到設計，我啲船行擋爽。誒，真係人做唔得要按用快心。真係解，你船行擋爽，唔講啊，等下先愛談小虎擋爽嘅經驗。以前啊，先嚟接一桶天花，係你龍潭嘅陳小姐，歡迎。Hello， 阿喬妹好，阿葉子好，金富好，我要看下節目哦，蔬菜料理王哦。哦。家下張看酸菜嘛？炒，到嚟做10點做福喜來嘅。又來料沒有？好，鼓手愛多多支持你新節目哦。冇問題，你哋節目有冇啊？看到預告片，看到懂清楚。聽錯愛看。你的老公加油哈！你咪清潔隊員加油啊！幫忙係啊，公車司機加油啊，幫忙我要看哦。佢天窗我數看哦，嚟我諗嚟到
太太的宣传哦。按补头8点。哎，超，来看。给你一个赞，第1名的观众沈梦哦，沈梦陈小姐打电话过来，谢谢。好，小虎哥，唐公啊，你头摆没对海有很不好的印象吗？因为我要不要出暗送？要不然正一边白到，哦，头摆坐嘅嘛，头摆冰一米行抽，轻言就抽40分钟，抽到绿岛了。就想讲啊，还好，要不16點鐘嘅，上擺綠島嘅，16點鐘，嚇上嘅全部都盤。就幾隻係無盤呢啲，馬上要擺快睇，16點鐘當第2。嗰種鐵擺去綠島有盤？冇盤。唔過遠東南，正遠啲，你幾時坐地俾希爾米當坐？哦，要擺到那波海風雲彩啊！哇，你看那個落日跟夕陽，哇塞！係啊，晚上的星空。哇，還有釣嘅。啲海上應該嘅風景動靜吼，不過有冇強嘅體驗？我哋本來期待講小虎會欣賞，然後呢，我哋會營養師啊、導演啊都當過啊，唔會欣賞，按就做得人我哋翕到講嘅畫面，結果點多點多進來，小虎啲船嘅風高都凍爽。係啊，衝過誒，然後釣魚，係翕相真係必看，係翕相本來看。塞，很諷刺呢，超諷刺。就東南亞這種胸片的世界。就現在在這邊煮菜，哎呀，懂辛苦啲嘅煮菜。哇，其實亞迪波有懂到，我覺得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但像是亞迪默默付出的這些勞工，像亞種胸片，好帥哦，每個人都騎着這種重機的感覺。係啊，不過記得唔係出去了哦。亞迪等於係保護呢台灣嘅森林。嘅環境，其他條一條路係，其他一條路係巡山員，巡山員，其他條係唔係？我知道有嘗試去到動到，比如說森林步道，當時有人去行，其他條一條路同其他條環境有乜嘅關係？冇區哦，而家是山下啲哦，係講要。講到森林步道，這就還不是他們去的地方，還要更進階、更去不了的地方。記得神風搭上就有一期嘅開山道，翻多。嘅開山道去做乜嘅開路用嘅，嗰時候記得去嘅地方就係路行唔到嘅地方。馬高路士多鳳凰奶路，鳳凰奶路士多濕頭路，濕頭路士多摩路。咩係小虎去？兩個都有去，嗰時候廿八去到廿三趟啊，我相信。啲幾種環境應該也買起物嘅都冇誒，我哋就帶材料去先添，帶材料去，ซื้啲材料，然後我煮嘅物嘅盤頭鍋蓋啦，糟頭啦，就冇，我哋都嘅路況就應受，唔過記得就當樂天講，唔怕搞本我哋想講我哋。哦，好快咧！我哋嘅鍋嘅乜嘅壓死路全部就帶唔上去啊！跟住我哋帶就全部上嘅東西，去到嘅一樣嘅時候，我喊出發前還設想到當主導，就想我做乜嘅都上好嘅，帶乜嘅醬料喎，帶乜嘅東西啊！哇，古數啊，講到呀，哈當精彩嘅素材，有天發落來哦，係你心中嘅講太極，歡迎講太極上線了。你好，主持人好，阿群妹你好。這樣該主持嘅小虎哥，然後該阿葉嘞，我都很喜歡，每天都中午有在看，看到那節目，很高興。我希望可以盡量會招一些年輕的男女生都可以多多出現在那個熒幕上，我這樣很棒。希望還有一個最希望的一點說，小虎哥跟阿葉呢，他什麼時候？想辦法找一個時間，有時間排到那個客家公園，台北市客家公園那邊來舉辦，大家來攀竹到神溪。當上愛參加錯麼？鼓手啊，歡喜攀竹有懂到節目嘅自信，係唔係咩？會點樣路上同大家講？係啊，我哋呀，我哋嘅FB 有粉絲團，就係很多歡喜攀竹，加上係有乜嘅對我哋節目嘅指教啊、建議就分享做得呢個片留花幫我哋就會來參考。好，神夢講太極打天發落來哦，好，鼓手啊，曬下來家下有講到煮菜嘅時間嘅上，啲老輩啊，啲人愛煮菜，乜嘅東西都冇嘅情形，聽說有懂到很多變化。
同年代的计法完全无共样诶。完全无办法计吧。不过我知道我哋嘅信心就係來自一群嘅巡山員弟兄，因為佢喺記得帶我哋去行嘅做勢嘅場域，我哋就等於講我哋就係本嘅新英記得，然後讓我哋兩三人搞本記得。然後去到嗰片呢，我們兩個人完全就失去功能。當你看呢，輸嘅家家，膝頭掉掉啊，就做頭呢，就做烤肉呢，做個雞雞啊，家家就烤完呢。講按樣躺起來吼，可能捱兩三日做，可能要2日嘅時間，真有辦法留嘅東西全部 set 天吼，記得話吼，我看用20分鐘冇。我當機啊！噼啪噼啪，我講忙到翕到全部好誒。嗰種又係新嘅體驗，冇看過嘅事情。本來講喺外頭可以拍照本嘢上，結果外頭喺度自家嘅感想，係知道喺記得拍照本上。因為乜嘅東西都會同人哋做好。我知道小虎嘅是吧？挫折感係輕大嘅。那是就係巡山員嘅是。因為係做烤肉嘅嘛，我想講，哎呀，野外就烤肉嘛，結果上日就記得邊啊，我烤肉。結果我想去地，佢變嚟地度。係啊。結果咧，唐公聽說醬料也有小故事，對不對？小虎受挫折的醬料。台北帶電是當帶電，結果起咗吼，用鹽就好。真係薄敷蛋嚟咧，用1、2、3年啦，用薄敷蛋嘅醬料，因為個醬料吼豆蛋啊，鹹啊，然後又講風炭，然後又講粗炭，因為夾嘅就全天然嘅，係啊，結果起到嘅特別完全冇用。當蝦，這個係全新的體驗吼。好，曬好了，又一同天發係你美濃的七色雞上線了。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通關密語是。兩位主持人好。好，七色雞。我是美濃的那個觀眾，你們好。你好。嘿，有冇該發對兩位主持人講嘛？哦，我今天看到你們節目，就說現在要出外景。的節目是歡喜辦桌，的節目，對，係啊，希望你多多支持哦。好，其實兩位主持人都應該有印象認識我。哦，老朋友就是了。有空有你有。我去那個《實在料理王》節目5度5關的。哦，好，老朋友大天發落來了，鼓手聽說愛支持那新節目《歡喜潘總》哦。那個呀，對面有中對面舞嘅咋樣？對。哦，對面舞，好厲害哦。鼓手愛唱演啊。7月7號哈，我哋亞集新嘅節目都歡喜潘總，按部頭8點，聽錯我準時收看哦。好，我有請廿個親戚朋友連沙咩愛看下收看哦。好，聽錯愛收看哦，先休息一下。好。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係滿3年天發還蠻大落來啊，夾大落來哦，and 細點路就會鬆體了。今日係阿葉子和我小虎哥來同大家來分享佢哋新型嘅節目，到歡喜潘總。剛才有講到吼，去為亞到巡山員，亞到煮菜同亞到分享愛嘅世界啦，有同感動人嘅故事。唔過接下來愛同大家講嘅故事啊，還是真的本阿葉子淚崩的這個故事，對不對？真嘅，我一下連看到一張相片，我就有點克制不住。可以就是應該是在工地非常努力的這些勞工朋友們。嘿，嗰日今日嚟哈，差唔多有100個，100個義租，唔係租菜啊，義租建築為主，也是義工性質的。嘿，然後記得哈，一早上頭差唔多6、7點嘅時間來到鴉片，唔過呢，有當到嘅全部就到屏東坐巴士，然後沿路啊用載到基隆都後早上頭，當人就去到用南埔
炒到80度水一压落到压，然后就开始做些。讲爱到鸦片落去压吼，迄个独居的阿婆，然后带等一个弱智嘅妹嘅带到鸦片，底度迄无偏瘦诶。伊只某嘅底度无偏瘦，当然上。无看到现场，佮规个木枪枪诶，佮网量全部木枪枪诶。我留个 Q 的咁样嘅木档吼，留佢掀起来吼，唔是发痛太痛，他嘅乜嘅攻击啊，乜嘅，我敲佢就冇脱咧。按用当 Q 咧会 work 嘅，然后就因为就通报社会局，然后他家就去评估，差不多有7、8个单位，个去评估过就唔敢做，过后就也义组团，记得就讲好，记得接起来做，个还有也当初我哋睇呢去看时间，就问讲哦呀，按用规件啊，留佢反省都好，因为完全冇画面嘅吼，你讲我反省都用嘅，然后就问伊讲，佢按用我反一度嘅时间，佢讲平常时迄个按你自家不个反省，都按用咧，嘿，差不多半年嘅时间，这样做嘅吼，唔过记得呢用三个工作嘅时间，3日嘅时间，错，唔过佢按用3日时间呢，唔係講哦，我帶到廿3日。規下組團咩？2禮拜嘅禮拜6、禮拜日。古時候也就按到你全部就係義務來聽數，然後也就比較弱勢的家庭來聽數丈夫嘅。對，哇！嗰記得平常時嘅事，本來就係當到係總房業嘅，然後木箱嘅，然後奶水嘅，水田嘅啦，鐵工啦對。然後還有就係佢。放假嘅時間，然後帶定太細，有的帶定爸爸媽媽，有的當細小朋友嘅，看到哦，因為唔像呀吼，佢咩都嘅差事嘅都會。都搬家你嘛，嗰度講同學當然都會接力，唔係講材料就載到現場去，你講啊你傳已經傳嘅。剛剛講到吼有小朋友，你呀下天發當中沒有小朋友打天發落來哦，係你幸福嘅是敏如嗎？敏如妹妹 ，Hello。阿群妹，阿捏記小虎哥，你哋好，你好，我係敏如，你好，小妹妹啊，小妹妹，敏如，你幾歲？我唔係小妹妹啊，我係好上嚟啦，好上誒，敏如同學，那今日打天發落來，有乜嘅發想愛對阿捏記還係小虎哥家的講嗎？就是先預祝節目收視長紅咯。安子生，顧生平常通關密語還沒有說。好，然後我們來宣傳一下，來請說通關密語。通關密語係7月7號開始，到禮拜5暗晡頭8點，大家向下來收看歡喜潘。好棒哦，敏如，你要不要考慮來客家電視台做主持人？講得懂吼。對啊，對不對？張辦，謝謝敏如大天發落來，希望張來了，謝謝你張來了，安子生，哇，看到吼，按你的故事，歡喜潘做按到的故事。真的很值得同大家來分享。係啊，就我知道，就真嘅有太多原本我想要開發嘅安陽嘅傳遞安陽嘅訊息，然後嗰陣時啊，都幾片老記得向他做些時間啦，我聽到千感動嘅一句話就係記得講啦，嗬，記得係親平凡嘅人，然後用親平凡嘅方式。唔過記得想要做親無平凡的事情。哦，記得用記得知道親平凡的力量，唔過成就到無平凡的事情。哭點很低的人不能看這個節目啦。然後我這個疼痛啊，整個心裡的那一種感覺就會懂溫暖啦，然後就會知道，我知道我看到嘅台灣人就會按善良、按有感情。韓國有懂得默默付出的人，然後他家看唔到嘅，他家大家一下打開電視，因為聽到台，然後懂到嘅當位批評人嘅節目，酸民沒有看嘅有的節目看到個當欠，然後當中乜嘅就評人唔錯，不過當中。我們都很容易去批評別人，不過其實要懂到，你冇上節目嘅，點點嘅付出咧，點付出，他當要
能量的人，也得点点付出的人，对不对？也得力量。也係沙琪嘅媽媽，然後唐東講係就愛去煮翻本小鳳翠嘅大福祥啲說，佢就來送菜以外係冇係就講，咁樣係就做去聽煮嘛，聽煮一起出菜又出人力，故說啊，按溫馨啊，按溫暖的故事啊，亞洲節目還有一條主題歌，新月姐妹有聽書一下，錯冇？都得講一下嘛。實在很排泄哦，就講到鬧熱大擂台。按多年，3年的時間，冇好多會創稿誒。不過呢，有一個好處，就係我認識當到嘅呢個做音樂嘅先生，然後呢，又因為自家去拍，然後自家開挖，然後就提講，我想愛做樣嘅節目，然後就想講，請當到先生本嘅原本就以為節目歌曲，想我講用佢哋嘅歌嚟做，唔過樣嘅寫就寫唔到，真然講到當準，很貼切嘅歌曲，然後後來就電話打開來就想講請那邊先生，好便宜呢，沒啦，冇，真然友情贊助，真然友情贊助就安尼羅國立老師，然後。個因為我知道一講到老公嘅朋友嗬，你什麼嘢上線就會還溫柔，太娘啊，就像我前面嘅西拉嘅，比較陽剛的感覺。係唔過認識當到當陽剛嘅音樂先生啊，唔過因為如果你先生啊，知道佢自家做嘅歌曲啊嗬，咩係佢當到，我用佢用佢嘅生活嘅體驗嘅視角，係，然後去下歌誒，故說他就是我那個不二的人選。對，不過呢，其實中間呢有一點點的曲折，曲折到那邊呢，因為基本的夾嘅張凱是剛音是夾嘅嗓音嘛，就是有一點點沙啞，有點粗獷，搖滾的那種感覺。對，然後我覺得還蠻貼切那個老公的感覺。結果佢啷個講我一下，迄兩個就衝一跳過來，他說你應該想跳舞誒，發生乜嘅事情？我說你不要那個修飾哦。對。結果冇呢，因為我一下假演啊，為到老公會衝到喊啊，為到老生喊啊槍哩，衝喊啊。槍哩嘅歌誒，故數呢佢就老演假脫咧。我講裝就裝，我一下，我裝哪樣可以來幫人咧？冇幫人咯，嗬對身體嗬。故數我係呢講，我拜託，我想辦法讓佢衝出個滄桑感，老公的吶喊的感覺，但是又還要有溫情，要溫馨在。後來佢就想辦法去老給衝出來，就編出一條東後堂，本安業節動滿意嘅要個主題歌。親密後，要個精彩節目分析，盼着愛搶兩位有一句話來收結佢來推薦佢來，安業節先來。好，歡喜盼着呢係一個做得本大家感動，然後又有歡樂嘅一個節目，歡迎大家聽出嘅收看，要個好看嘅歡喜盼着。好，來幫小虎哥來推薦。3年時間啊，我進步啊，真係快到小齒輪，到辛苦老朋友，真緊安之些老公先生。真緊，故說啊，想愛了解到亞洲世界還有安東馬莎，啲個默默在付出，韓國又想愛看安業節，韓國小虎哥慶陽嘅老分享，愛本記得聽朝7月7號按部頭8點，愛準時來收看歡喜盼着哦。神夢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安之些。神夢阿權妹，神夢大家。咩神夢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聽電運通欣賞來做運通了。